英基輸波輸板，惡人先告狀。英基2號仔喺上個禮拜六一場對傑志 U12嘅比賽，踢波變踢球，真係人神共憤啊！睇下當時在場嘅張堅挺，嬲到衝出球場咁激動，冇法啦！佢仔仔傑志 U12嘅張高翔1分鐘前至領過嘢，膝頭流晒血，老豆唔心痛就假啦。片段由一個家長放上網，全城狂插。點知輸波輸品嘅英基惡人先告狀，尋日狂發律師信，要求刪咗段片。張導演都收到一封啊！而家問題啦，我興啊，因為你嚇我都係受害人。不過我冇出聲啫，因為我覺得我哋嗰啲係可以接受。傑志都收到律師信。我哋去周圍幫人去處理問題，然後收律師信啦。佢話事件已經交咗俾律師處理，暫時唔評論。